你有冇發現有時你越討好人，反而越容易委屈自己啊？你以為忍下、遷就下，關係會好啲，做嘢都會方便啲，但好多時最委屈嗰個原來一直都係自己。以前無論喺工作上，或者對住朋友，甚至對住外邊嘅人，我都會迎合同埋遷就。我以為自己忍下，唔好同人計較咁多，做嘢就會方便啲，關係都會好啲。我仲以為只要自己識做人，會討好人，就可以留住一段感情同關係啊！但後來我先發現，原來你越卑微，人哋就唔會當你係一回事。你越委屈自己，人哋越會覺得一切都係理所當然㗎。到最後受委屈嗰個，永遠都係自己啊！慢慢人大咗，經歷多咗，我先明白向內求其實就係忠於自己，唔再受委屈，亦都唔再需要迎合任何人去證明自己嘅價值啊！因為真正嘅底氣，從來都係自己俾自己㗎。咁你由幾時開始決定唔再討好任何人啊？留言話我知。